Hi everyone, Shay is back. 大家好啊，我回来啦，我又来上班了。然后第一时间给你们拍这个视频，我真的非常感激我的主管，他永远都支持我做这样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只要我不耽误工作。那么我是今年上班第一年，然后也是刚刚毕业。那我妈妈也是今年刚刚退休。他最近每天都在家里面，就觉得他2/3的人生就这么结束了，他的事业也打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然后他觉得可能会不会在家里面就是旅游啊，或者做做饭呐，看看抖音呐，看看微信，就这么过了。她自己本身就是事业心非常强的一个女人，她现在感觉很空虚，不知道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。她甚至跟我说，要不要出去卖凉皮，要不要出去开一个服装店什么的，我都会支持她，因为我觉得啊，我每次都这么告诉我妈，你不要觉得你自己老了，你如果现在开始学习一个新的技能，或者是开始你新的事业，或者培养一个新的兴趣爱好，你都有机会去发展，你有机会去获得一些成就。可能你会再一次，就是 like 再一次回到18岁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再一次登上我们国际舞台。我是经常这么激励他的。有些事情可能听起来就是有点 ridiculous， 就是有点过分了哈。但是呢，梦想还是要有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经常会收到一些我粉丝们的来信，就是他们要是就是高考失败了呀，或者是在大学期间没有学好英语，后来上班的时候他觉得很吃力呀，或者是他考研失败了呀，他之前的计划都已经泡汤了呀，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都会觉得，哎呀，我现在重新开始再做的话，那我可能就是晚了，我可能就是来不及了，别人都已经这么领先了，那我可能就是没有机会了，就这么去放弃，然后开始他自己也不想要的一种人生。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句话，你永远都就是不会迟，你永远都可以拥有一个新的梦想，你永远都可以有一个自己新的目标。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句话，你同样老规矩，把它留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，并且把它翻译出来，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，就像我在跟大家分享一些很好的故事一样，好吗？好，Let's get started. You're never too old to set a new goal and dream a new dream. Have a nice day. See you.